我哋成日都話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呢句話流傳咗幾千年到而家都仍然啱。點解呢？因為人心係天底下最難估嘅嘢。你睇下個人塊面好似好善良咁，同你講嘢又頭頭是道，令你覺得佢係個君子。我哋中華文化嘅智慧好犀利，佢教我哋睇嘢唔好淨係睇表面，要睇個根本。個根喺邊度呢？就喺個起心動念嗰度。當一個念頭起嚟嗰陣，嗰個就係最真實嘅嘢，因為佢未嚟得切去包裝，未嚟得切去諗我咁樣講出去，人哋會點睇我，對我有咩利弊。嗰個第一反應就係佢內心最真實嘅底片。所以你要判斷一個人佢個心眼係好定壞，係正定邪，你根本唔使搞到咁複雜，你只要揾個機會，好自然咁問佢一個問題。呢個問題就好似一塊試金石咁，一下就能夠令啲假嘢裝嘢全部現晒原形。呢個問題係咩呢？你聽好啦，你要問嘅係一個好具體、好生活化嘅關於利益取捨嘅情況。你可以咁問佢：假設有件事，你去一間好忙嘅小鋪買嘢，買完俾咗錢，嗰個老闆手忙腳亂，多揾咗50蚊俾你。你攞喺手度，你心入邊好清楚呢啲係多出嚟㗎。呢個時候四周冇人留意你，老闆又即刻轉頭去招呼第啲客人，你會點做？你睇呢個問題好簡單，但係所有關於人性嘅拷問，所有關於內心善惡嘅掙扎，都收埋喺呢個簡單嘅問題入邊。而家我哋嚟好好分析下唔同嘅人會點答，而佢哋嘅答案透露咗咩信息？第一種人會唔使諗就帶住少少沾沾自喜嘅口氣話，梗係放落袋即刻走啦。佢自己搞錯又唔關我事，係佢活該，天跌落嚟嘅着數唔執白唔執。你聽到呢種答案要小心，呢個人佢個心係毫不掩飾嘅自私，喺佢嘅觀念入面冇是非對錯，淨係有利弊得失。只要對我有利，就算係不義之財，佢都攞得心安理得。佢唔單止攞，仲會為自己嘅行為揾個好合理嘅藉口，叫做唔係我嘅錯。你睇佢推責任推得一乾二淨，呢一種人佢個心眼就係壞嘅，而且係嗰種明明白白不加掩飾嘅壞。你同佢合作，只要有利益衝突，佢會第一個出賣你。因為喺佢個世界入面，規則係可以隨時為咗利益而打破嘅。佢今日可以心安理得攞走老闆多揾嘅50蚊，聽日就能夠心安理得攞走公司入邊唔屬於佢嘅資源，後日就能夠心安理得侵佔你嘅功勞。佢心中冇把尺，或者話佢把尺量嘅永遠係自己嘅利益。呢種人，我哋要離佢遠啲好。第二種人聽咗呢個問題會笑一笑，顯得比第一種人高明。佢會話：我會先睇睇，我會企喺度等下，睇下嗰個老闆會唔會發現。如果佢一直冇發現，咁我可能就走咗。如果佢發現咗，跑過嚟問我，咁我就還俾佢。你覺得呢種人點呢？係咪比第一種人好啲？你睇佢起碼仲有少少猶豫，錯咗。我話俾你知，呢種人比第一種人仲要可怕。點解？第一種人係真小人，佢壞，但係佢壞喺明處。你知佢係咩人，你會有所防備。而呢，第二種人係偽君子，係嗰種精緻嘅利己主義者。佢內心其實同第一種人一樣係貪婪嘅，佢都想將嗰50蚊佔為己有，但係佢比第一種人多咗個心眼，佢要計算風險，佢嗰個等一等，睇一睇，等嘅係咩？睇嘅係咩？佢等嘅係一個萬無一失嘅機會，佢睇嘅係周邊有冇監控，老闆嘅記性好唔好，佢係喺評估呢個惡嘅成本。如果冇風險，咁佢就心安理得做惡；如果有風險，咁佢就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拾金不昧嘅好人。你睇佢嘅善惡，唔係由佢內心嘅準則嚟決定，而係由外部嘅環境嚟決定。呢種人佢心中冇道德嘅定盤針，淨係有一個利益嘅計算器。佢嘅人生就係一場投機。今日同你稱兄道弟，係因為你對佢有用。同你一齊風險低，收益高。聽日一旦情況變化，佢發現背叛你嘅收益遠遠大過同你合作嘅收益，
而且冇咩風險，佢會毫不猶豫喺你背脊捅一刀，而且做完之後仲會顯得好無辜。佢會話你睇係形勢所逼，我都冇辦法。呢種人善於偽裝，精於計算，佢嗰個壞係收埋喺深處，係陰嘅。你平時好難發現，淨係喺關鍵嘅利益節點上，佢先會露出狐狸尾巴。所以呢種睇情況再講嘅人，你要加倍小心。佢個心眼係又壞又精明，呢個係最難對付嘅。第三種人嘅回答聽起上嚟就好正派，佢會義正辭嚴話：我梗係會即刻將錢還俾佢。我唔單止要還俾佢，我仲要當住所有人面大聲話俾佢知，老闆你算錯數啦，多揾咗我50蚊。做生意要誠信，你以後要小心啲。你聽完呢個答案，係咪覺得終於揾到個好人？你睇佢幾有正義感，幾正直。我請你冷靜落嚟，好好諗下呢度有冇啲唔太啱嘅地方。一個人做好事當然值得肯定，但係佢做好事嘅方式同樣能夠透露出佢內心嘅訊息。你睇佢選擇嘅係咩方式？係當住所有人面大聲講佢點解要咁做？呢度就收埋住一個好微妙嘅嘢。佢咁做當然錢係還嘅，呢個係善行。但係喺佢呢個善行入邊，佢夾帶住私貨，佢夾帶住咩？夾帶住對明星嘅追求。佢唔單止想做件好事，佢更希望人哋睇到佢做緊好事。佢希望通過呢個行為即刻俾自己貼上一個品德高尚嘅標籤。佢享受嘅唔單止係做咗正確事情之後內心嘅安寧，佢更享受嘅係周圍人投嚟嘅讚許目光。呢種人佢個心唔一定係壞嘅，但係佢嘅境界唔高，佢嘅善行係帶有表演性質嘅。呢種表演性質嘅善往往唔夠純粹，都唔夠持久。如果有日佢做件好事冇人睇到，冇人會表揚佢，佢做呢個好事嘅動力可能就會減弱。而且一個人如果太過追求嗰個道德上嘅優越感，佢好容易就會對人哋進行道德綁架。你睇佢最後仲要教育下嗰個老闆，佢將自己放喺一個比老闆更高嘅位置上，佢冇考慮到佢咁做會唔會令嗰個忙碌嘅生意人喺眾人面前感到難堪。所以對於呢一種人，我哋可以話佢係個好人，但係個有稜角嘅好人，係個唔太識得體諒人嘅好人。佢嘅善良有時會變成一把雙刃劍，喺幫人嘅同時都可能會無意中刺傷人。你同佢相處可能會覺得有啲累，因為佢總係企喺道德嘅制高點上。咁講咗呢三種，係咪冇好人呢？到底咩樣嘅回答先代表住一個人嘅心係真正嘅好，真正嘅正呢？一個內心有大智慧、有真正德行嘅人會點答？佢可能會好平靜、好溫和咁話俾你知，我會將錢還俾佢，但係我唔會搞到人盡皆知。我會行去嗰個老闆隔籬，趁住人少啲嗰陣，好細聲將錢遞俾佢，同佢講：老闆，啱啱你可能太忙，呢度好似多咗少少，你睇下。你好好品一品呢個答案。首先，佢做出咗正確嘅選擇還錢，呢個係佢內心嘅道德準則，呢個叫義，呢個係唔使討論嘅，係就係，唔係就唔係，唔屬於自己嘅嘢，一分一毫都唔可以要，呢個係佢做人嘅根本，已經內化成一種自然而然嘅行為，佢唔使經過激烈嘅思想鬥爭，都唔使去計算咩風險。其次，你睇佢處理事情嘅方式，佢選擇嘅係細聲，係唔俾人知。點解？因為佢有同理心，佢識得體諒人，佢知老闆做生意唔容易，一時忙亂出咗錯唔係咩大事。如果大聲泱泱出嚟，老闆塊面點搞？以後第啲客人會點諗？會唔會覺得呢個老闆做事好糊塗？佢呢份細細嘅善舉係發自內心嘅，係為咗令呢件事本身得到一個圓滿嘅解決，而唔係為咗彰顯自己。佢保護咗人哋嘅尊嚴，呢一份善良就唔單止停留喺還錢呢個行為本身，佢升華咗，變成咗一種人。仁者愛人，佢識得設身處地為人諗。呢種人佢嘅內心係真正達到咗一個陰陽平衡嘅狀態，佢知咩係啱嘅，呢個係陽，所以佢堅持原則一定要還錢。佢都知點樣先能夠做得更圓融、更妥當，呢個係陰，所以佢照顧人哋嘅情緒，低調處理。當
剛柔並濟，體用合一。咁嘅人，佢個心眼先係真正嘅好。佢嘅好唔係掛喺嘴上，唔係演俾人睇，而係融入到佢嘅一舉一動，融入到佢處理問題嘅每一個細節入邊。佢做善事如同春雨潤物，默然無聲，但萬物卻因此而生機勃勃。你同佢交往會覺得好舒服，因為佢心中有他人，佢做事有分寸，佢唔會令你難堪，都唔會令你覺得有壓力。佢俾你嘅係一種安穩嘅可以信賴嘅感覺。所以你睇，同樣係一個點辦嘅問題，4種答案就畫出咗4種完全唔同嘅人心畫像。第一種係赤裸裸嘅貪，係利字當頭，呢種人係明火執仗嘅壞。第二種係精心計算嘅貪，係投機取巧，呢種人係陰險狡猾嘅壞。第三種係渴望讚美嘅善，係沽名釣譽，呢種人嘅善唔純粹，境界唔高。第四種係體諒他人嘅善，係潤物無聲，呢種人先係真正擁有大智慧同好心地嘅君子。我哋中華文化幾千年嚟都喺教我哋點做人，其實大道至簡，所有道理最終都會落實喺一件件具體嘅事情上。一個人讀咗幾多聖賢書，如果喺嗰50蚊面前佢動咗貪念，佢開始算計，咁佢所讀嘅書都冇進到佢心入邊，佢個心仲係歪嘅。所以你唔好睇輕呢個簡單嘅問題，佢就好似一個神通廣大嘅探子，能夠輕而易舉潛入到一個人嘅內心最深處，將佢嗰個最根本最真實嘅諗法原原本本端出嚟。下次當你想真正了解一個人嗰陣，不妨揾個機會用呢一個方法試下。但係你要記住，問嗰陣要自然，要好似傾偈咁，唔好搞到好似審問咁就唔準啦。你好隨意咁提出嚟，睇佢嗰個唔使諗嘅第一時間反應，嗰個反應就係佢幾十年修為嘅真實體現。人心確實係複雜嘅，但係再複雜嘅嘢，佢都有個源頭，有個根本，捉住咗呢個根本，你就能夠睇得好清楚。呢個根本就係睇佢喺面對利益，尤其係呢種突如其來嘅好似冇咩風險嘅不義之財嗰陣，佢嘅第一個念頭係倒向邊邊，係倒向自己嘅私欲，定係倒向內心嘅良知？一念之間，君子同小人立判。呢個就係我哋老祖宗留俾我哋嘅識人大智慧，你學識咗未？